在已经无啥物所在通好去啊。总有一天，你自然会明白。笨鸟。小姐，你是咧看啥物？我就看遮尔啊大，你讲准才走去倒位？到即摆阁无看人，实在要互急死。过来咧。伊去买鱼啊。哦，家代我走足紧的。小姐，你看，这尾鱼也死的嘛？这是免钱买的呢。倒是有啥物要紧？即马一世界拢嘛买袂着你鱼。加早是有一位好心的人客送我这碗呢。啊若无，今仔日就无鱼仔汤通好啉啊。好啦，要无小翠，摕你来啉煮煮的，无定就伫公主念里倒转来。好，阿姐啦，咱入来煮鱼仔汤。哎呀，我红姑娘啊，你哪会伫遮？这都阮姨母的厝啦。阮大户甲你斗阵了无？有啊。真是打破铁的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阮大即马人伫倒位哈？啊，伊有代志出去，大概念要倒转来。搁出去啊？搁出去？啊，我那鱼仔做啊，真棒诶！哎呦，这款，哎，倒你啊！你敢是要来找我的？阿姐啦，恁有熟悉心？啊，就迄迄天伫迄酒店吼，伊就是伫要买鱼啊，我才介熟悉。对，就参详要买这款鲤鱼啦。这是要有阮特公主食的呢。安尼食？哎，公主等。哎，大，大啊！你等下，我找你足久啊呢。你哪会知影我伫遮咧？无啦，迄阮是拄啊吼，伫要买雨吼，雄雄喷回遮来，才去看到红姑娘的你咧。哎，文姑娘你也来啊？对，
公主啊，你鱼仔汤伫要顶啊，你紧啊啉的。哎呦！哎呦！你是安怎？我巴肚都痛。你是安怎？我头啉一嘴鱼仔汤，哦，即马巴肚都痛。阿杰，我知，安尼即碗鱼仔汤内面有毒。你想要害你公主？你唔通甘会无你？你还阁讲我咧玩弄你？你公主，我无想要骗你，伊是孙兵部的小妹，伊故意做欺你，就是想要害你。算你，而且伊阁故意诈骗，留你踮咧万花楼，就是想要逼你去鸳鸯。你这个背信的贱人，今仔日我一定要拼一个你死我活！出路，你袂晓啥？你讲做你讲去做这样啊？出路，不牛，你袂晓出头的。小骨头，阮娘伊也着伤啊。你果然就是我的未婚妻，我娘。我骗你，我娘，我对不起。我开始是甲万花楼沿路我因感动，我一直拢无骗你，你会分我无？你对我太好了。你讲这是因为讲我跟其他人下毒？你袂。你捌救过我，我相信你袂害我。你当相信我，那我死的心愿已尽。算了，小姐，我已经是无望，不过。会当时点你的怀中，我是心愿已尽。小姐，算了，你实在对我太好，我实在太薄情了。我知影你爱的人是本人。我却深深爱你。算了，你对我太好，是我对你太无情。
就是自私。你爱是不你，伊就是小天中的未婚妻。是完整的如意，如今不完人不完。表兄，我是无你的资格爱你，因为我是一个不抢不白走，请你原谅我唔敢甲你相认。文儿，我无欺骗你，我永远都是爱你。文儿，我死后不敢。文儿，文儿，走，走，文儿，文儿，不牛。文儿，真歹势，我毋知影你换啥，我是来甲你通知一个好消息。我已经甲严如花想到一个好办法。狄青伊今仔无定着已经食到毒理鱼，中毒身亡啊！狄青伊若是死，我马上就会当得到孙大林伊3万两的赏费。到迄个时阵，我要带你远走高飞，离开这个所在，咱永远就莫搁再倒转来。文儿，以后你就免惊严如花迄个老人家会来管，因为伊已经互我利用过啊。我要甲伊离开，带你远走高飞，来去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。你都真后拍如意算盘安怎？想要人财两得，甲文娘偷带走，偏偏这个计划，搁互我听到。互你听听，要你是想要安怎？我要互你死！你这是要害我？我若是无杀你，是要留你来杀我是？到
敢讲，你无念咱过去的温情？你这个有温娘，你着忍心要害我心？今仔日我若是饶你这条命，以后你绝对袂饶我。为后，敢讲你这么忍心，我会甲你同手，也毋是因为我爱你。若无爱，要哪有阮呢？你敢真是遐尼绝情心？唱的实在真好。我大爷，啊？你甲我踢笑。嘿嘿嘿，无咯，严大娘啊，你不但讲够弹呢，遐人伊阁生做真水，你咧唱歌吼，特别比别人还阁较好听。我大爷，啊？我真久拢无唱啊，声拢嘛收声。啊，毋过，当我今仔日是专门为你唱的呢。哈？专工为我唱的哦？是听啊。实的。那安尼本大爷就言福不浅咯。来，我敬你一杯，敬你一杯，来，干一杯，来。啊！是讲严大娘啊，是讲自从恁迄个相府的颜如荣吼，一个死了后，安尼愈来吼，愈扮愈少年，愈来伊阁愈水。我吼实在强要情不自禁。我大爷，你哪会安尼讲？迄个叶贵荣，伊只不过是万花楼内底标书而已，以后甲我连一点仔关系嘛无，讲有啥物上好的，这我歹听咧，莫甲你好啊。啊，真是安尼啊。杨大娘，我吼实在强要互你袂气啊。啊无，咱过来啉烧酒吼。啉酒了，啉酒，啉酒。你我风流，
雪红甲文娘，为着你一个人，互相惨杀死，你为什么唔主动去？小英，我毋是唔主动，而我是无法度去阻止因。你是当的男子汉，你既然佮爱文娘，你应该全心全意去爱，不应该互伊甲雪红斗阵。因两个人为着钱利互相来惨杀死。这个悲剧，完全是你一个人一手造成，你知无？我知影，文娘的做务实在太破了，伊曾经比伊会用来甲伊侮辱，伊既非枪毙之心，所以伊才会唔敢来接受我的爱，一直唔敢跟你相认。文娘，伊忍辱头生，在这万花路过着凄厉的生活。伊的希望也是为要来找到伊老母的骨灰，使伊游飞扬为伊报仇。你如今为我而死，曾经我也有答应过伊，要为伊找老母的骨灰，甲报完仇。这两件代志，我应该爱来去做，因为就伊文娘在天之灵，两位结拜兄弟，到底来去？好，行。阿姐，弟兄，你要去倒位？我要来去万花楼，找伊飞扬。弟兄。德清，你今日是要来送死的？
贤弟，大哥，大哥，两位贤弟，太委屈你。大哥，包大人都写你无罪啊，你哪会唔紧走？明明，我论是我拍死，你论小会伫包大人的面头前来替我请罪呢？哎呦，大爷，你若要安尼讲啦，当然是已经兄弟啊咧，你的代志就是阮的代志嘛。而且你着搁去找亲找老母，你要哪会用个犯罪？是啊。那迄包大人甲你定什么罪？无啊，伊讲阮帮助官兵破万花楼，人是误伤的，所以还袂甲阮定罪。是啊，弟兄，恁帮助官兵本来就有功的，包大人一定会甲恁将功赎罪，将轻发落，你毋免为着伊一个担心。太委屈着恁了。大哥，你放心啦，阮袂死啦。为着两位结拜小弟，我决心要来去投军，希望一寡半日苦楚，倒来救两位小弟。弟兄，现在世下了乱，皇上下旨，到处伫咧招军。你若是有意要投军者，我会用带你去见我一位朋友，伊叫做林贵，伊是我数年的好友，伊一定会提拔你。安尼好，大哥啊，以你的武艺遮尔好吼，你一定会出头的啦。对，只要咱兄弟啊若有缘，一定会见面的。但愿如此。同你亲临心欲碎，忧心团圆不得开，故乡的将你郎。绝佳的人尚在人世，总有一天必定会甲母后你相见，请母后你切莫太过伤心。靠边千岁，孙兵部在讲我求见。哦，孙兵部来找国王有甚物代志是？霹雳，你就选伊入宫，本后有话要交代。遵旨，选孙兵部入南清宫。遵旨。选孙兵部进宫见驾。
千岁。平身。谢太后。顺便报前来找国王，究竟有何事呢？王爷，谢国兴兵作乱，有状报元帅过境回朝，神往皇上旨意，临危总兵各路招军训练军队，3天后5时，神要在教场，后夜接回军师，特来强请千岁，届时加任指示。霹雳，孙贤卿好意来这里邀请，你就去。遵旨，可是离神必然前去。谢太后。孙贤卿，爱家要问你，您知野果会记你20多年前，我叫你送信到我的故乡山西太原无？这。太后，你哪会忽然间问起这件代志？但是这场的水灾，也袂全家来拆散。孙贤卿，本后要命令你在岛军的名册，详细查看，看有一个姓狄的人无？假使身躯若有心大血结的鸳鸯，就是阮狄家的亲人。狄青，狄青是什么人呢？启禀大人，狄青是拄则一位岛军的兵卒。此人武艺未歹，是一位可用之才。伊个人咧，现此时伫咧营中等候。喊你来听话。狄青，小兵叩见总兵大人。你叫狄青，是。山西太原人士。正是。哼，这个小囝，果然是狄太后要找人。我小妹为伊而死，我今仔日非常的处死不可。听林奇咧讲，你的武艺袂歹。这是林千所的夸奖。本我以为，要取你的武艺，看好到什么程度。唔知大人如何处罚？孙爸，来，我要叫孙爸甲你比试，你教。听总兵吩咐。有胆量。孙爸，你要甲狄青比对下，是会记的，点到为止。是。大人，我打得清。总兵，竟不顾我的法律，家徒杀人，来啊！是，快点！是，大人，来了！大人，这真是无义。对。比武之前，我下面点到为止，已经讲下了刀手，杀了孙霸，表示决定，来，再推出战士。总兵大人，要走，来了！
这个小囝是身份这投军小小一个部队，因为伊小小年纪，武艺非凡，本官有意提拔，也毋过伊个心性公傲残毒，我明着孙爸甲伊比试较量，伊自以为武艺高强，竟然将孙爸杀死，利用此战，王爷断。王爷，小是奉命比试，孙将军手下不良情，明就必杀就小的，小的出手来不及，再失手杀死一位孙爸，并非故意巧也并插。等于本官两眼清官，你敢胡说？孙兵部，近枪比武，刀剑无眼，这并非伊敌枪之过。嘿，王爷，敌出光芒啊，轻视军法，若要一个处决者，清班的军师，啥物人死袂放呢？孙兵部，王看敌枪生做是忠义之相，而且是失手误触军法，这也不足以斩首。既然孙爸既死，国王想讨一个人情，不如就了伊敌枪一命。嘿嘿，王爷之命，下官哪里不从？也毋过死罪难免，活罪是难饶啊。以你之见，这，王爷，接打40个军棍，依法轻罪。好，来人，走！将敌枪夺下，接打40个军棍，死！完了，我斩你袂死，这个40个毒药棍，你若唔死啊，半条命。在，甲我选韩琦入宫。遵旨。微臣拜见太后千秋。韩卿平身。是太后。韩卿，本宫选你入宫来，是要叫你来甲我逼问。
不知太后梦着什么？我昨暗梦见讲，跋落去一个不